我哋可以點樣形容中大山城呢個校園嘅建築，同埋佢有咩特別嘅氣質呢？中文大學嘅建築原來個校園呢，我讀建築系嗰陣時呢，其實大家都好崇拜嘅。我哋特登係要親自嚟去參觀中文大學個校園，因為其實佢啲建築係有一個好特別嘅氣質嘅。個氣質係咩呢？唔係標奇立異啦，唔係而家好崇尚嗰啲 wow factor， 唔係嗰啲。個建築群係好樸素實用，但係係一種靈性，係一種文化嘅氣質咧，係散發出嚟嘅。咁有啲建築嗰陣時嚟講咧，已經係比較突出少少。譬如係個文物館，包括文物館裏邊有個內庭咧。我哋嗰陣時做學生嚟睇係好中意嘅，即係好有味道。做呢個博物館嘅新翼嘅時候咧，其實我係咁多年來對中文大學校園嗰一種情感啦，有情感，其實係深深感受。咁所以呢個建築物，第一其實亦都係秉存嗰種樸素實用一種氣質嘅。你見冇乜好多餘嘅嘢嘅嚇，樣嘢都係好 basic。咁但係咧，作為一個博物館咧，佢更加要係有一種使命啦。個形象上要有一種我哋叫做一個信息啦。環境嘅塑造咧，亦都有個主題啦。咁所以係其實可以講話有兩句説話啦。一個就係起承立身，呢個咧就係嗰個建築物所代表嘅精神。作為一個博物館，佢係要有一種承傳，特別係一個文物博物館，佢係將我哋嗰個傳統，例如好多嘅藏品啦，咁係一個承傳。但係同時間咧，佢係要融入我哋呢個現代社會，承古融今，即係要融入現代。但係同時間係要展望未來，立身。咁提到起承立身呢句話背後想傳遞乜嘢嘅建築精神同埋意境呢？其實呢一個係一個意境嘅塑造，即係外形同個山體點解係而家咁呢？其實係一個意境，亦都可以4個字：石下留陰。石下邊留一個有陰嘅地方。嗱，呢一個其實喺中文大學文物館嘅藏品裏邊有啲畫咧，其實有呢個意境嘅。好似張大千有一張係山水四平，大進亦都有一張叫做踏波圖，係嗰啲石頭喺個山體裏邊突然間橫空而起，下邊有一個有陰嘅地方，有植物有綠化，你可以喺嗰度休息。其實有一個咁嘅意境。嗱，你會見到我哋個建築突然間係橫空而起喺個山上邊，好似浮喺度咁。咁下邊咧就有保留咗啲樹，又或者重新種啲新嘅樹，有個草坡，亦都係睇翻個山體喺度。咁你就有一種建築同自然環境嗰個對話喺度。咁但係所有呢啲咧，其實係因為個實際功能需要嘅。因為我哋博物館裏邊最重要嘅展廳，展廳最緊要係一個大嘅平面，唔好俾人上上落落。所以你一陣間出去參觀咧，係一個好大嘅展廳，係浮喺個山度，唔受個山坡限制嘅。咁可以做到好似好實用、好靈活一個咁嘅展廳。喺新翼設計入面，點樣將展廳、大學道同埋林蔭大道貫通埋一齊，令到參觀動線既流暢又能夠感受到文化氣質呢？其實第一個博物館要俾到人一個信息，即係你係代表乜嘢嘅。咁我哋呢個博物館係代表咗傳承同埋立身。第二，博物館一定要俾到人一個好順暢嘅參觀嘅流線，即係 user friendly， 好自然咁樣去睇晒。咁我哋今次嘅挑戰就係新舊兩館要接合，個空間上流線上點樣去接合。第三就係利用個博物館嘅設計係能夠係提供多元化嘅交流空間，即係好有文化氣質嘅空間。等到啲人，就算你係特登嚟參觀博物館，或者係經過或者係穿越，你都可以感受到嗰種文化氣息。咁今次我哋由下邊一路有條行人
即係特登俾人參觀穿越博物館去到百萬大道，呢一種咁樣嘅空間嘅穿越咧，我就希望能夠達到嗰種目的。咁所以呢個博物館亦都係體現咗呢個3個重點喺度。